咱知影韩国甲日本都有海女的文化，即寡渔民会晓创水味去到海底掠海产。那台湾新北市的猫二渔村嘛有海女，不过目前规总是剩10外人，因希望有少年人加入做导览员，传承文化嘛开发观光。创入海底找海胆，新北港寮猫河渔村的海南海女传游客熟悉咱的海。日头太酷，真欢喜。每年四季热天，是掠鱼的大季，收渔村的人充满拼命的精神。在地大厝的招花菜已经全部拢卖予日本人做寒天，即马有学生到3工倒入在地特色，正做上骄傲的故乡伴手礼。这是海洋大学帮我们设计的一个海女牌，你看放上去刚好是阿嬷的头发，白色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海女现在目前年纪最大的是83，过年就84岁了。靠简单的物件采海鲜，海女文化唔是干那韩国有。理事长高向荣讲的84岁海女王娇华，为15岁开始就挂面搭加牛角做的游泳镜，青草鞋甲大海拼命，即马想起来拢是心酸的过往。伫遮无当趁食，无累都都无钱拢趁啊嘛，对啊，足辛苦。较早真经大遮吼，足辛苦。以前很辛苦现在不想给下一代的辛苦了。都是因为海女工作辛过食力，当地人拢无想要传予下一代。即马渔村内底海女数量12间头啊，拢算得出来。上少年的也已经70岁，因希望有少年的加入做在地导览员。我们这边说实在，海女快要失传了啦所以说。希望有心人士啊，你们夏天来打工一下，看看可以的话，你们就做那个观光的。家己自细汉大汉的渔船啊，虽然海女即马落海机会真少，不过唔甘下苦劳找，一元积极投入各种的活动，希望将保护海洋文化的美丽分享给更较侪人知影。公视新闻新北报道。